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是我的态度。各位市民朋友，针对4月26号钱柜林森店发生大火的案件，台北市政府今天提出专案报告，目的是希望可以检讨现行制度的疏漏之处，也避免以后再发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是我的态度。对于此次大火，台北市政府在1周内列出了各种的改善方案，包括联合稽查制度、即时通报制度，以及相关的法规需要修法的，我们都有进行检讨，希望制度可以更完善，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针对于现行制度的缺失，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以至于不能保护市民，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我们要道歉的。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向市民朋友及议员们说明未来北市府的改进事项。那也希望可以获得议会的支持，我们对这些改进事项的作为。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之前位置上面的故事好了，而且时间不太远，就在上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新闻就是礼拜天发生的钱柜6死大火。那礼拜一评论无双播出的时候，当然就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然后还有一段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钱柜事后的处理，还有练台生董事长的应对之道。那其实有部分我是绝对不能接受啊，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不能接受，包括像是第一时间发声明说致赠罹难者10万元现金，拜托，这是你们的责任怎么用致赠，好像你们多给人家钱一样。然后同时像是钱柜的声明说会暂时关闭某些分店，然后进行消防设施、逃生设备的检视。问题是初步火调就已经显示说是你人为的关闭了这些设备啊，但是你的声明好像就避重就轻，要让大家觉得都是硬体的问题。其实，在讨论当下，我们在副控室里面就有接到长官打来电话说，是不是就好了，不要讲了，不要再讲这个，不要再讲这个。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准备要进广告了，我们就进广告了。事后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评论无双在4点到5点播出嘛，那可能晚上6点多的时候会上传完整版的影片到 YouTube 上面，然后就会发现说，奇怪，这一集上传之后，它的时间怎么只有40分钟？结果我点进去看，才发现有提到练台生董事长跟钱柜的责任的这一整段都被剪掉了才上传，而我们制作单位其实不知道，我是看了 YouTube 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礼拜三我们原本规划的题目其实是2个，因为那天我知道很多网友其实也看到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叫张的网友，他其实是当天的火场的幸存者，但他的好朋友不幸在这场火中罹难。然后他在脸书上分享的内容其实非常惊悚，我觉得其实我也蛮常去钱柜唱歌，我觉得很可怕。他说呢，在这个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们冲出去2次遇到服务生，第一次服务生就是一直在讲无线电，似乎也没办法引导他们逃生。而第2次是当他们在这个楼梯口生死交关的时候，服务生告诉他们说楼下在失火，你们要往上跑。最后他的朋友往上跑之后，就沉尸在9楼的包厢中。其实这件事情对很多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很可怕的讯息，也就代表说他们的消防训练人员的训练是非常糟糕的。所有人进去里面，你看到的服务生，他就只是端盘子，他就只是带位。当发生危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帮到你。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如果每一家分店都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教育训练是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是放千万的消费者在亡命推歌。那我们原本就是要讨论这个题目，那我们脚本也都写好了，然后也发给来宾了。在录影前1个小时，我们的主管告诉我们说，是不是钱柜就不要再谈了。多年前曾经有所谓的反媒体垄断的运动，然后当时针对的标的是旺中，然后知名的口号当然就是你好大我好怕什么什么什么。当时一个诉求就是认为说，旺中如果不但有中天这样子的频道，然后同时它还整个系统的话，会变成一个媒体巨兽。但现在活生生的练台生董事长的媒体帝国，仍旧是这样的巨兽。它水平整合的不止一个频道，还垂直整合了系统上跟频道。换句话说，它不只能左右自己频道的报道，它还能用系统
这个框架去影响其他频道的直播。这不是媒体巨兽，什么才是媒体巨兽？所以我想拜托大家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针对个别的记者或是主持人，然后去做人身攻击、做批判。就即使你不满他报道的内容，因为其实很少有记者或是节目主持人，他能够跳脱公司给他的框架，去随心所欲的讲他想讲的事情。当然啦，一些无关痛痒、没有触及到公司核心利益、没有触及到老板人情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去讲你想讲的事情。但是，一旦碰到这样子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也许你可以用肉搜的方式啊，或是说用网络洗版的方式去攻击他或什么的，造成他的压力。好，那最后这个记者如果被你逼走了，这个主持人被你逼走了，公司随时都可以找一个人来取代他原来的位置。我们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在媒体其实2件事情，对于媒体来说，他们只怕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像 NCC 罚钱，但是现在的 NCC 其实我不客气的讲，我觉得现在 NCC 根本不是独立机关，它就是执政党的鹰犬，它就是针对特定立场电视台会不断的罚，对特定立场相近立场的人就是不断的放。你唯一的武器就是你手上的遥控器，不要看，1秒钟都不要看，1秒钟都不要看，千万不要犯那个什么边看边骂，或者说我今天转过去看他们搞什么名堂这样的错误，1秒钟都不要看，而且要呼吁你所有可以影响的亲朋好友都不要看。媒体不会因为你骂他，你看完之后去留言骂他，然后他就觉得那我以后不要这样，不会。你是他的收视率啊，你的意志、你的感受根本不重要，你只是数字而已。我觉得现在的媒体环境也许是近10几年来最糟的，因为 NCC 这个监管单位是毫不遮掩的党同伐异，然后呢，民众其实能改变的真的非常非常少，即使很困难，但是不要放弃，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拒看、抵制那些你觉得不 OK 的节目开始。